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本分享出讲福建来的。我们拢知道闽南是生产水果一定有名的地方，也个水果品质也quite好。故说啊，这片有青岛的果园，也有开放本老辈人来去摘果的哟。今日呢，我们特别就邀请到闽南杨妈妈幸福园体一个园内的负责人来到我们现场，同大家来分享一下佢哋园的地方啊，到底有乜嘅好搞好料的。马上来分享佢吧，分享我们志雄。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闽南嘅安道志聰，我高興來上一節目，哦，志聰，歡迎來到節目地方哟。頭頭有講到嘛，人哋闽南這邊啊生產嘅水果品質都一定係好，嗰時話有青島園呢有開放嘅嚟摘果嘅，人盧卡也係種水果嘛，怎麼？係，包括有出嘅，哦，嗰時人根本你帶來都全部係人盧卡園嘅地方種嘅，哦生產嘅。好嘛？哇！安尼等下攞嚟同人分享下。啊，不過我想嚟問志雄一下，你哋家本身啊，從頭擺萬歲開始都係學嘅啦，種一個同埋都種水果嘅嘛？冇，我一開始喺度開純粹學嘅，我有一擺有時候，我媽媽就喺外面種得多，我就一開始就冇朋友識，我朋友識到好識，我講我想去買。我想去買，我講奇怪，我量又冇多，我就想要做啊，一開始一點開始買到會不會哦？我媽媽感覺種嘅好食啊，他家想去買，我感覺就種到嘅結果見，開始種一開始都見產到種嘅有2份。哦，見家嗰時 tomato 種嘅有2份啊呢。哇！啊，唐風嚟係講一個園嚟係對媽媽開始嘅，什麼種水果係對媽媽開始嘅，啊以前係學嘅。哦，啊學嘅，某個時間開始學嘅呀？哦，我媽媽嗰時候佢上嘅時候產到20多歲，見學到好多產到20多年嚟哟。哦，20年都係學嘅，啊嗰時候嗰時間因為興起，這個阿盧卡都有一小塊空地嘛，哦，攞嚟種tomato，種了好食都本大家講哦，想去買上繼續來擴大一個面積，係嘛？哦，這本來上到嘅，我哋辦事啊，盧卡隔壁啊、鄰舍都有安尼。應該有種菜啦吼，啊種水果，啊種到好食，大家都搞翻來搞翻去，啊有時間真是種得好細密，佢有特別的種好誒，佢都一種越多，因為第一擺開始係唔係哪份送人，啊好細密係特別種誒，然後出去賣誒安尼，啊嗰種人更加種誒有2份哦，tomato，啊人 tomato 更加唔帶來嘅係乜嘅啊？我給你帶來了很多陳蜜香，啊要種嘅品種，它的皮比較厚，可是它比較多汁。啊，另外一種品種叫做玉女，啊，那品種玉女的品種，迄皮比較薄，啊，比較好吃，比較甜。安尼。啊，另外一種呢，你還有種其他的品種嗎？啊，咱目前就要做2種品種誒。哦，2種品種。哦，啊，既然2種品種種下去摕2份地，會唔可以講？伊咧樹上嘅時間無用，伊咧個快。國好照顧，伊個國快照顧安尼啊？所以2份的話，1份就種陳蜜，1份就種玉女。咱種下去時間點無相同，像咱玉女會較早種，因為伊增長期較粗，所以咱玉女可能7月份、8月份就開始種誒。啊，陳蜜將產到9月份就開始種，所以一直喺樹上嘅時候就差唔多可以利用時間可以去販售安尼。哦，嗰時佢種下去嘅時間冇相用，啊，唔過佢樹上嘅時間差唔多。對。嗰時有伊咧上嘅個夾，伊咧上嘅個慢咧。因為也玉女長嘅時候一開始會較細粒，啊，較細粒也要變較大粒嘅時候，牙齒感會綁錯。我也從陳蜜香嘅話，也一開始就慢慢會較大，安尼，所以兩種品種嘅特性無相同。嗰時有個係陳蜜香 tomato。哦，根本你有帶的，這種但比較準備的，我哋試一下，唔講啲個皮個盤嘛。哦，啊較多汁。哦 ，tomato 蜜青種咧。啊，那天然的，啊，那用底肥是用給式，啊，因為啊，都靠隔壁就給式，不然呢又一直到3月份收成完。就養土到後面等到7月份，我種嘅時候，就會扎給式，還廣紅，翻土，來重新做一個新的循環。所以我們對大地的土壤是非常友善的。
嗰種其實來講，能算係個天然嘅嘅農事嘅種法嘛，吼，你用嘅皮料係全部這個天然嘅嘅雞屎皮，真方便嘛，這個就雞就用嘅雞屎皮來種，嗰種人咧是後來人嘅 tomato 真是有輕種嘅啲 tomato 面嘅。所以人哋 tomato 嘅特性係屬於回甘的，就這體粒唔會夠甜，佢在這體上粒體上粒安尼，它是屬於回甘甜的。真是，就像我哋平常時在泡茶、在講白嘅時候，可以見拿見食嘅嗰種，因為有啲 tomato 吼，實在講其實咧下去吼清甜冇唔錯，誒怪好食，又唔過吼其實唔多。我是1兩兩、2、3兩子，還有唔過想先等一下，因為全部是係種甜甜嘅米絲嘛。哦，安尼能種 tomato，你一開始媽媽喺種嘅時間，佢都基本上都有種過嘅經驗嘛，無見到按尾種咯，一排都可以種按多嘅 tomato 出來。冇咧，一開始我媽媽冇樣有出幾嘅經驗，不過媽媽個性比較認真，所以一開始種嘅時候建議問你，看下隔壁鄰舍安人種嘅較好嘅。就請問伊講有乜東西要用下久，所以慢慢的，一開始人哋第一年的時候，其實冇按好色，所以有時候有點這種奇怪，因為跟前一年的口感不同，所以人哋就開始會命，我買時候我有買時候會加買時候加苗嘅，我有誒我就慢慢的一步來安尼。哦，佢說也沒有講第一擺種都馬上種出來種可以種喺好食，拿來分享然後拿來賣，唔係啦呢。哦，安尼，這個盧卡本身係學嘅，更加有種 tomato啊，最主要，盧卡演嘅地方最主要嘅工作係做乜嘅？啊，盧卡係規全家人一起分工合作，我媽媽就負責種，我太太就負責行銷包裝。還有所謂的推廣，安尼，嗰有時候我帶我細人咧，係可能種嘢簡單咧，可能麥筍啊，嗰嘢除草，嗰用石頭有誒冇誒，就全家人分工合作，叫下來做嘢。連細人咧叫下跳下一天做，啊你這種連這個本上一開始工作都係演喺地方，都係盧卡工作嘛，還係有其他工作經驗嘛？冇，一開始就老闆做會感覺將我鼓來做一節，將我自家做嘅。嗰一開始看到面很多人，他感覺種 tomato，咁我嚟種一下，你就講我媽媽嘛，佢會不會種，咁我嚟買一下呢。所以一開始買小。唔係講一開始真正想要買，只是想要做大家都對種嘛來種一下呢。嗰種一開始就係這個有種，有價格咪來賣，冇真是講種來賣。好似咪喺5年過來，想講既然大家都係種嘅，人哋有一個品質安好，又順曬都。當然賣啦，真是都開始來賣安尼啦。不過一開始賣時候，我感覺農民就可能我媽媽比較偏老人家的行銷通路這個管道，其實講實在老一批嘅唔係個厲害。不過可能年輕人過來，我們可以利用網絡或推廣擺攤，就跟結合其他的單位去做個合作，然後慢慢去推廣米農嘅。tomato 安尼，ทั้งอันนี้ก็但ทั้งที่มีองลุงนะที่เจ้าไปตามแม่ไปเจ้าซื้อกี่嘅เดียวอันนี้ได้經驗，等下我哋繼續來請教。唔過我想咧睇到有想到咧，這個睇做一個過來吼，睇做一個時間，喺命嘅喺唔能過來之後，將很多用媽媽幸福延期嘅嘛，喺本來媽媽開始到學嘅時間，佢都想講我來用其他命來做。其實一開始媽媽想安度，因為嗰度朋友都來請我媽媽，就講用太太啊，用媽媽啊，然後仲我講奇怪抗習慣咧，講人想我來抗嘢用養媽媽，佢想做會不會嗰種我幹嘛東西米農啊，感覺這個名詞就很幸福，就改嘢幸福園地，就安尼命嘅然後安尼出來，然後你講講呢，係咧親好嘅個小農嘅園地，然後本太太講到，其實蠻難嘅東西，是難都改嘅東西都感覺挺幸福安尼嘛，甚至於媽媽嘅形象係不能做嘅。設計嘅 logo 是嘛？因為一開始蠻名片啲個大賣啊，我人哋就
请人来画一下，因为俺妈妈给人家感觉就是比较开朗、比较爽朗，然后就用她的头贴做一个 Q 版的，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名片上面。真是迄个后生人单位上多的一个方式。啊，你下一次可以讲，问妈妈来讲，你来送一摆节目，不能采访呀，怎么？俺妈妈看到要做，可能会害羞，会紧张。我紧张诶，妈个人都，下一次个人都到现场去交流的时候，去访问去吼。冇问题。系啊，你其实当然来讲，有种诶tomato，几类行销都更加啦。吼，这个几多卢卡的时间，我来听说妈妈做一条，妈妈会有乜个意见吗？其实一开始嘛，我反对啊，就讲邱长年我出去路边做条路，其实伊感觉路边感觉耕田啊，遐种诶，其实迄摩托车运团种诶啦，摩托车运团做诶，所以一直都可能就看我什么时候回去上班呢？其本来讲，佢无乜嘅支持，不过佢也冇一天反对讲冇鼓励，反正有人听数嘛，吼，佢都感觉咪好，也可能都来嘅啦，可能都来，可能都成就，可能都顺咧，佢都感觉很好，不过希望讲，佢还有希望讲，假使讲有一年还可以去上班，係咪嘛？咁而家佢还有去上班嘛？反正有啦，你能做行政老板，我同佢嘅。演呢有冇扩大规模呀？讲总比亲家了，佢都讲好啊，可以了，唔是上班，自家在卢卡上班，对吗呢？有时候年轻人过来也家乡啦，有时候就想说为自己的家乡贡献一份心力啊。最主要是就像讲的，全部人可以。向他做一件事情，也嘛唔会差，就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就像以前呢，伙房大家亲戚朋友亲戚都睇到地步安尼。观众朋友，唔管自从也嘅上班系咪过好呢？大家回到卢卡可以向下生活，向下工作。不过向下工作之后，地步还有乜嘅神奇嘅内容呢？休息一下，我哋马上过来哦。当然，自从佢嘅分享，係咪感覺其實幾家人喺鄉下工作係真快樂、真幸福嘅事情呢？不過今日到底係磨合乜嘅，我哋嚟強調一下咯。自從都有講到，人自家喺盧卡得磨合嘛，你可以同大家紹介一下講，人自家一年哦，同人哋休假啦，又係一種種tomato，人一年嘅工作睇有嘅會有乜嘅啊？一開始發人有休假嘛，又有種tomato，人休假糾正條件看一下假。有陣出的時候就可能有一些生病感冒我們就是去想辦法去治療它。過來的時候先巡一下，早上起來先巡一下機場，過來看一下過來tomato來的時候草會不會太長，就綁臭。過來有的時候一些環境設備壞了要去維修，過來 UV 給。太自從做出地板磨痕，就一片東命西命，那片白河過那片我要買就安尼，因為個價就高誒。因為地板清到太細時候我應該處理。不過頭先講有談到一個清特別嘅，幾會出個？幾會出，就像人會感冒會咳嗽，幾會嘛會感冒嘛一樣會咳嗽，所以我們按骨頭昨天躺的時候，幾會有不同的叫聲，就代表他生病了。所以人就躺的時候，喺骨頭的話就代表牙長因為骨大，較細的話就牙長因為比較小，因為它是群聚的。哇，你這種人真是你姑娘嘅怪厲害咧！你看叫以前這個人能夠躺的時候，佢聲音又夠好嘅又夠大嘅，好像聲音很多會有分叉別切安尼嘅聲音。哇，冇簡單咧！下一次有個副業可以去請個跟義工天氣有關嘅喲。你一到點會紅蟲啊？你講按多細條會磨痕？差唔多5點到6點啦。有時候喺冬天的話，也一條烘落較慢，所以就差唔多6點烘落。如果夏天的話，就差唔多5點多。就差唔多烘落，先看下今日有乜東西去做，有乜東西去維修，再乜東西過來。
去搭设备，安尼最多磨汗都1点可以休息啦。不就7、8点吧，7、8点有时候给，有时候牛给，因为有时候他也会分，讲在干嘛啊？不就眼看到的时候就开始分安尼。哦，恁给安尼来讲休的规前兆，还全部用于咧品种吗？嘿，都一样，哪一种的品种啊？那种古早鸡，头白嘅，头白嘅，做乜嘅？挨天白糖都有种嘅哩。因为一开始还就生长在台湾，就差不多5、60年代的一个原生种的，所以他们就叫做全名叫古早鸡。嗰种有种嘅佢個貼喺啲地方嘛，佢上一個夾啦，又係講佢前尾上卵，又係講釋放嚟佢嘅味道個好。因為上較細隻，因為有啲米都係運動，所以可能比運動嘅沖體嘛個太就差唔多3分體、4分體安尼，就比米安尼印出來就這包就出來運動，所以因為上個較細，較細發也肉質會較好、較結實，所以然後豬頭、炒三杯這些料理都唔會差。哇！你糖烘嚟輕鬆土雞哩？跟土雞的肉質有差，土雞的它的肉比較軟，比較鬆，比較爛，然後古早雞，然後我們就可以煮湯，就肉質它會比較硬一點，因為它每天都有在運動。像一種土雞毛姜的部分，土雞嘅肉，算個散個爛一些，唔過有種頭白嘅講，個細隻，佢其他個肌肉個緊實，比土雞還個緊實啊，嘛。安尼這種要個雞啊，唔能喺休嘅時間有貼配照顧嘅方式嘛，像有時毛姜嘅嘛，還係講佢喺啲地方條到有講嘛，本佢個太快嘅地方本佢運動。還有其他的方式，有本給人吹冷氣嗎？有不易吹天山啦。因為夏天有時候比較熱，不過比較特別的，我們的場地比較大。給最主要是讓它運動量夠，讓它的肌肉去結實長出來，所以場地大，每天跑，它的運動量就很多，所以用來肉質，它就是煮湯、炒菜都很結實。釋放嚟口感會更好一些。恁這個盧卡特休業的雞啊，今年是的用嗎？用的飼料冇貼配咧，本嘅人有糖豆講有嘅會本嘅上卵上一個國好嘅，可能會是個中藥啦，有其他嘅方式，能有貼配去照顧嗎？其實就是有時候就米農嘛，各種人種東西嘛，有的人家打掉的香蕉，有一些農作物、水果、番茄，唔會，就會都不給食，去增加它的不同，米的飼料毛反過來增加水果讓它吃安尼。嗰時候今年也係算是水果太呢。有哇，很幸福！嗰時候今年那個卵啊，同牛嘅。味道口感都冇咁樣，夠幸福嘅。做乜嘅時就會想講我嚟學一種嘅頭白嘅古早雞咯。其實一開始學嘅時候就感覺一種台灣較少人家學，慢慢就開始學下，因為較少人家學，所以它的利潤是比較好一點，所以才會養古早雞。幾片槍唔能有睇學嘅古早雞。其實個多人都有人學啦，只是我媽比較喜歡養這個，就是它這個比較好養，它好學啦，唔會陰死啦。它比較個抗病能力夠好，身體基礎夠好一些，照顧方面唔是按個費豐富啦。你這個萬世都聽佢媽媽聽說都睇學嘅都睇嘛，你這個比較好咧。叫雞同種토마토這個希望嚟，種토마토過去啦，因為嗰度人力嘛，因為抹筍，因為除草，因為搬家誒，因為時間多，因為全部打好，因為重新種，因為搶人家來反這些港控，因為冇誒，就嗰度講。等下，這種糖豆唔講，唔能給토마토種下，唔能還有做個加嘅樣嘅，唔能做係溫室嗎？就一般的網室我溫室的話，給魔做那種就一般的網室。你這種，你自家睇下做種토마토，即係為做乜嘅會重新拆嘅，如果打風來，唔係講토마토種下去，佢拆下嚟，佢下一年佢還會自家生嗎？
会按的，因为按的土壤吼，我们的种完一次，它会比较密，温体工它的养分你会重新给你去输入，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就全部拆掉，然后再重新打，再让它有一个新的循环。嗰時等於講，你tomato一擺熟成下來，你全部沖了，又要再種一擺。所以我就講全部當嗰東西拆好以後翻土乾烘，再重新用新的安尼。費功夫哦，咁頭講嘅給人打下之後下去，因為養分的部分我會重新種嘛。皮料個也個多一些都好嘅啊。冇，因為安尼皮料唔過安尼用啲技術下去，因為技術是漸進的，因多的話其實像安尼營養，因是一種東西酸的甜的會變成身體的負擔。土壤也是一樣，包括我們沒有用除草劑，我們就是說，長高了，我們就用手去除。所以用藥的個夾各方面，我哋講有時候用藥的下久的土壤也慢慢的也會漸漸的失去它的活力。因為唔單止講係唔能這個嘛吼，我買本人家說，也要健康，唔能這個現在睇嘅明年要生發咧，唔能也要健康啊，嗰時候用藥嘅方式，對這個也對病人也幾好啦吼。你唔能這個怎麼嘅吼，有想到講愛來買tomato之後，愛來開放本人去摘過嘅呢？其實嗰種人冇人做面農入開提防啊，有時候偏啲藝水講藝面農來嘅，嗰啲他講對台南啊。因為個面農喺台南嘛。係，因為有時候他講啲地理位置可能唔係幾好啊，面農講下話，有啲人講愛來撩冇來講，就借由這個體驗。肝炎來講，安南美濃可以做個採管呢，就讓他認識美濃這塊土地，順便介紹我們美濃。唔係但係講我可以面露風同人聽人識到嘅好事，我想見人來到鴉片，本見人認識美濃有那條其他，可以來認識一個地方。因為美濃不止。班的嘛，他講班的tomato，唔講安尼強本，或者有一些比較名勝中門美濃湖、東門樓，有的地方，包括我們美濃老街那個美濃圖書館之類的，嗰度地方其實個反映他講來認識美濃這塊土地。唔過，相對於啲事情哦，我青島嘅都係有種田，也係講有從不學嘅學做嘅嗰度，其實自家都有咧傳自家獨門嘅料理啦吼。我會想講問志雄呀，你自家在學嘅有種tomato，你有匹配嘅料理冇？我做同嘅給不嚴啦，都鑑定朋友，因為平常時候特無閒嘅，都所以朋友來，也會做同嘅給不嚴色，因為我用嘅給係這個盧卡秀誒，我盧卡秀誒，我這個。底下給的品質，所以我就是會做那個桶子雞給他們，就原味的讓他們去吃。嗰時候唔係同去摘過嘅人下可以食得到，係請唔嘅朋友。真都唔得啦，本太家去嘅時就可以食到，有個可以上過嗰多年嘅人。嗰多年來也食啊，多年來料用一個方式啊，都冇。但只要因為開始慢慢開始壓開，因為時間有限。也係啦，佢無限。不過我真是也可以嘅方式可以參考一下啦，考慮一下哦。係啊。哇，講到沒有唔該，這個中國嘅因為我本人講食得好嘅品質，也食得健康，也本這個人係得睇嘅也要健康。故所見呢，自從見人用親健康嘅方式來對待一個土地哦。唔過見人現在地方還有買到好料嘅呢，人哋休息一下，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雖然講來去演呢，地方摘過啊，是唔多痛嘅嘅，係一個去磨菜嘅事情。唔過啊，來去見人演呢地方應該還有其他可以來去留料嘅，人哋繼續來問一下志雄咯。志雄，唔能認下啊，去當唔能演呢地方摘過之後，雖然講朋友真有可以食得到痛嘅嘅，唔過有其他人應該會問講唔能附近呢還有
那条好搞好料，能不能用办法同带给人认识啦？其实很多人来那边做个采果体验，都会提白来闽农，因为闽农他们采完以后，然后都问看啊有乜好食的，或有乜好料的么？其實闽農嗰度將好食的就拌的話，其實闽農嗰度簡單，因為每個人的口感因人而異，所以就我們不會去做推薦哪一家。因為改工就是有拌的，因為還有美濃窯，可以去做個窯杯窯土，因為東門樓可以去上去看個風景。美濃湖也是可以去走一走、聊一下。其實，佢嗰時可以，迄種能夠摘過之後，倒機誒，去諾貝斯來辦誒，可以下有某個點心可以順便帶一下誒，去路街行行一下嘛吼。行下之後，還可以順便去，就都唔講嘅東門路啦，吼美濃湖嗰片，來去聊聊一下。其實附近有幾多好聊誒，唔能去擺去嘅人客啊，迄種能夠其實會有某個反應冇？其實看到進 T 白來的時候，就剛剛我們這邊美濃好山好水啦，可是很無聊。其實嗰度東西都冇，嗰度東西冇比都市嗰度沒有那麼繁華。來這邊其實都是好空氣，好就看風景。嗰個同埋都嘛，當然好食。其實今年我想，青島人可以去交流的時候，可能今年我想講。也可以食得到好食的東西，看好嘅風景嘛。有的人可能會各家己嗰種包裝過嘅，有青島都市嘅便利嘅東西啦，嗰度有個時就可以導正今日嘅觀念。你看，原來那邊有好山好水，空氣也蠻好。咁望來那邊都好好嘅冰松啊，來試一下甜點嘅水果啦，食好食嘅東西行一下，本身個身體心都可以冰鬆一下。我導正今日，不過都唔係本地人講嘅，伊咧來到亞咧起風一定會包裝過嘅，咁哦，係咪安尼啊？就純天然、純自然的，讓大家就覺得這個東西就是原味，我吃下去就是健康的。係啊，那邊吃菜都係俺哋生法，來體驗，歡迎來體驗俺哋生法，本自家咧心靈上嘅提升。不過自家也頭到前面有講到講，能有去擺攤嘅，去做嘅事業，最近有去到哪去做一種事業啊？其實很多從美濃那邊行跑市集，我們最主要就是跟那個採蘿蔔，我們就是去各大有市集，然後採蘿蔔完了就放個定點，我們就去擺攤，去推銷我們自己。如果喺附近咧，係定點撈，大家那天有發動有市集嘅時間，就可以參加一下。你還會去買那tomato嗎？會啊，因為人賣的時候我們就會給他個名片，因為有時候人可能拔蘿蔔累了，就要摘一下水果，看到人有在賣 tomato， 所以就跟人買一下兩下安尼。有試到古天變成嘅銀行嘅冇？有嘢買上4年有嘅古天都同人聽。如果伊做業務嘅，我就固定就買個檔，就全部也認下，我也認下有反應，我嘛會跟人來買。唔會慘咧，伊咧看伊咧越來越多。有讀到嗰種本印象嗰層嘅嗰種認下個講，會鹹嘅咧，同埋都唔會鹹啦嗰度嘅。有個我們有擺試吃的，就是他就是一直拿試吃的，快把整盒的拿完了，然後最後才講說要買一下，最名就買200元。貴下都不會吃。有時唔過試得我全部是黑的，給人買的。想買。吃飽人來買，好啦，身體有限啊，吃飽人來。唔過真是人哋嘅。又有個品質，這樣講食得好食的，這樣來買啦。因為那個一開始講啊，人tomato唔會細條，過來人就一粒一粒安尼食，就係屬於種回甘型的。可能吃到貴下會食嘅，有甜嘅。真奇妙咧！人有想過講，人這個tomato品質安好啦，除了安尼來賣之外，有愛去加工做一啲果醬啦，也都有其他嘅方式冇？其實發人我們的產量現在是不大。我們光是網絡平台，還有一些朋友客戶，每一年都已經固定的量，所以做加工，我們目前還沒有考慮，除非產能提升了。安尼。我想講，其實品質安好，你可以考慮一下講，有其他方式本自家的tomato更加有啲價值。不過更加因為量還冇按到，如一步一步先照顧好個品質先來講嘛。講等下一下產量按到，這個無限
嘞，就唔講誒，禮拜應該結束嘅神善後嘅、屬神後嘅，如果全部重來一擺，我假設講嘅量有提高嘅話，哇，人都唔是水木嘅，係咪啊？呢？可能真是就像講嘅唔是水木嘅，明年都是要俾抹順，全部佢佢個體勢都下去抹順嘅都無限。人自個經營都更加好，有開放嘅採果嘅嘛吼。唐工呢還有加啲其他元素，都講做冇用嘅體驗係咩啊？有，我們有跟美濃植物蘭美濃蘭合作。美濃蘭哦，嗰種人哋係講南部嗰種南部嘅，人做嘛佢會想到用呢個方式來做一個體驗呢？我們跟美濃蘭單位合作，我們場地，因為我們的果園就在我們，提供給他們場地，我們果園就在後面。因為園有在南部嘛，然後做下來，要等它風乾至少可能1-2組嘛，我們就是讓他們做壓在時間。我們就去後面做個採果活動。冇用嘅體驗，如果可以嚟下採果，順勢做一啲手工嘅部分，因為我記得講美濃嘅蘭南部有嘅部分，又係歷史幾久嘅。係啊。又係做一啲挺有意義嘅事情，佢能做一啲套裝嘅行程。你把可以至少可以搬移，就做能嘅果園，能做一啲南部。體驗到南部，又體驗到採果，就造一個套裝的啊！有後是有後，甚至講摘個果還可以用別個布嘅包裹、包封來帶過一樣。哇！人家嘅先預約嘛，像那種行程嘅話，喺人多嘅話，可能團體上升人以上嘅話，可能會先預約，因為那果園進去人數有限定，可能100人去，可能50人就夠多嘅啊。佢唔係100人冇辦法，因為同媽都有限嘛，就可能集合我等於再上出來要1禮拜2禮拜，我們冇可能一塊是100人去200人去，所以會排時間，人多嘅話就可能排1禮拜後用嘅，所以人多又有預約。人少嘅話，可能1個家庭、2個家庭就可以直接開放讓他們進去。唔過行可以先打天板門啦。有時候人冇會注意啊。冇聽過人不是都會睇嘅，一定會打電話先問一下。人除了同嘅美濃蘭嘅合作之外，還有同學校嘛，採聽人美濃嗰邊嘅談講青島嘅學校嘅啦，有向下來推動一陣實農教育等等嘅嘅，能有同其他嘅單位合作冇？其實經過多個學術，其他的學校有些食品科的也可能就講說去找一些比較好一點的食材，或者是來先體驗。所以有像上次有那個樹德家商的，一群班級食品科的，也是我們去做個那個體驗，然後就類似讓他們去嘗嘗看我們美濃這個토마토的食材。嗰度今年做體驗有同學校嘅合作，採啲學校也有前嚟合作咯。目前有一種想法，我建議還冇乜量啦，就還是一樣，冇一步一腳一樣的，因為首先講唔能行喺小農嘅部分，量冇按做，冇法度好像攞杯鹽嚟講一下係可以擺啲錢多年，1張嘢2張嘢米擺都有年可以來應對，可能冇法度啦吼。有人可能蛋咧可能7、8月份就開始講，人中下雨就開始講蛋咧，就可能人家固定，因為有時候天氣嘛落雨又裂果有嘅冇嘅，其實冇辦法很確實維持出貨的日期，所以唔敢加按度啊。你能種토마토有一個摘果嘅時間，我對那對開始，頭都有講7、8月份嘛。7、8月份開始種，種到後尾差唔多咧，採果時間是11月到3月，差唔多7、8日咧。年代10年到隔年嘅3月份，差唔多有幾張年嘅時間，可以嚟去摘果嘅，嚟去體驗。除了平時除了冇一個摘果嘅，其他嘅活動還會睇還有嘛？其他只要就用地嘛，就讓它土地休息過其他時間就開始就出價，安尼。嗰種其他活動想講，就已經南部嘅就其他冇上按度，因為平常時候就快無限咧。有靠呢個訓練嘅
小朋友都开在读书的嘛吼，小朋友可以训练佢哋同天使講，來做一個事情啊。有啊，所以能擺攤啊，買菜果，就會帶整人哋去，個不管就是全家人安尼叫我做一開，小雞啦，還有啲總統啊都安尼。哦，除了這裡家的家的叫我同天使嘛。係啊，家就比較偏，就是偏接單安尼，就行政的部分。行政的部分啊，有人加壓梯子啊，馬上要機，我家就負責這一塊安尼。哦，嗰種同人預約去體驗一個雜個的啦，吼，行場其他的活動，也係用電話呢，也係講去網絡上尋人的資訊啊。網絡上就有誒。就用打一個名的嘛。打個楊媽媽幸福眼題，都可以潛得到一個資料。嗰種順勢講，唔單止可以嚟一雜個嘅，順勢還可以同人推薦講，來包裝一啲飲布，順勢其他嘅活動也做得，因為美容嗰邊有嘅，能可以聽數安尼嘛。唔係差呢，下一次真是有朋友來嘅時間，可以同人講，來去美容嘅時間，可以來一嚟交流。唔過我識嘅時間真是，這種研究一下啦，給同人給我麻煩一下，真是有個黑的賣點的，是嗎？有在想啦，不過真的能力有限，等人之後我們就是慢慢來可能用來去那個量化這一塊。希望，真是按好嘅東西，按好嘅品質，真是會俾更多人來睇啊！哇，觀眾朋友，你看，其實小農只要有心，太細都可以來做。其實自家土地，自家來舒服哦。感謝可能志雄，今晡日帶來安和堂嘅故事，同人自家土地嘅愛心，好感謝你哦。就是感謝各位觀眾，歡迎大家來美農了哦。